Hello，各位網友，係啦，聽到我係啦，OK，testing。今日開呢場咧係特別嘅答問大會。咁由於咧聽日咧星期六嘅時候咧，我有呢一個要務在身咧，係有啲嘢要主持咧。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係咧唔錄影啦，唔做 live 啦。咁咧就褪咗落嚟咧，今晚咧做一個係特別嘅 show。呢個咧就係一個答問大會啊！由於積累咗好多問題咧。係呢輪咧都冇乜時間咧去解答啲網友同埋同學們啊，一啲銀髮族們啊問出咗好多問題啊，佢有關於一個路由器啊同埋點樣上網啲問題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咧就抽半個鐘頭嘅時間咧喺度咧星期五晚咧係唔使上課同埋唔使主持其他嘢咧，係做一個答問大會。呢一個時候咧解答咗大家咧就係心頭嘅問題啊，好過係一個用文字啦嚇。大家可以咧就面對面講下、傾下，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實解答問題較為清晰少少啊。OK， 好啦，咁咧就我哋已經準備咗咧，就係你一連串嘅問題有成10幾條嘅，一般都係想問咧就係上網啊，同埋一啲咧就無線有線，同埋呢個傳輸嘅問題啊，點樣去裝配啊？呢個 eSIM、SIM 啊，同埋咧就呢一個時候點樣搞啲 WiFi 啊？點樣咧就係可以咧達到咧就係呢個局域網啊，即係網內同埋網外嘅溝通啊，嘅 Internet 啊，因為 Internet 呢一樣嘢嘅情形嘅時候説起嚟咧就話長啊2000年嘅時候咧有呢一個科網股嘅爆貨之後嘅時候咧，一路嘅 Internet 嘅時候都為我哋個重心啊，嗰時咧就 Web 1.0。到而家我哋吹緊咧就係 Web 4.0，係啦，嗰個原甲咧20年當中嘅時候個原甲咧都相當之咧就係可以咁講係戲劇性啊，同埋咧就個進程咧都好令人好鼓舞啊。OK， 最初嘅時候咧就 Web 1.0嘅時候只係用文字咧係傳輸，仲記唔記得咧？如果係年紀大啲嘅朋友，你應該係記得啦嚇。嗰時嗰啲即係手機仔、水壺手機。都係用文字傳輸睇文字，係啦，睇 BB 機，係啦，抬住個 BB 機嘅時候複人機咁樣嘅嚇。但係文字嘅傳輸係 Web 1.0啊。嗰個3-5年之後嘅時候咧，係發展到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 Web 2.0啊。當時咧就有 G1 去到 G2 啊嚇。G2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咧就係文字係變成呢個圖畫，或者變成呢一個咧就硬片。係大家做傳輸，你可以睇到人哋嘅相片啊，或者睇到人哋嘅手寫本啊咁樣。咁呢個就 Web 2.0當時咧嗰個係工作係嗰個係程式啦嚇，係啦。咁慢慢咁樣又 develop 啦嚇。咁我哋咧就喺呢個科網 IT 啊，同埋咧就係科網界咧就嗰個進展都相當之令人係一個鼓舞啊。係啦，過多3-5年之後嘅情形嘅時候咧，就進軍咗上去 G3 同埋 G4。G3、G4 之後嘅情形嘅時候咧，就係我哋有 Web 3.0嘅，都未到嘅，應該2.0啊、2.5咁上下啦嚇。當時咧就係吹緊一個叫做咧就係中心化嘅係文字與多媒體嘅互相咧呢一個時候咧就係溝通啊。咁咧就係用中心化嘅，咁所以產生咗好多啲科網巨頭啊 ，Google 啊，係啦 ，Meta 啊，係 Facebook 啊、IG 啊。同埋其他嘅係呢一個咧係媒體嘅係文字溝通啊，係照片溝通啊 ，video 溝通啊，嗰類有 YouTube 呢類啦嚇，就喺呢個階段嗰度發生。咁慢慢咧又係一路進展嘅時候咧，一路升華到去 Web 3.0啦。3.0咧吹緊一個叫做係去中心化啊，即係 decentralization 啊，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咧就話係反過一個中心化嚟做嘅啫，即係之前咧就中心化咧就係俾人詬病咧，就所有資料都由一啲巨頭咧就所掌控，佢要你生要你死都得嘅 ，OK 啊，佢操咗呢個生殺大權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個 Web 3.0嘅時候咧，係反咗呢個咁樣嘅係哲學呢個咁嘅潮流，係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所以嗰陣時咧就係呢一個咧係。我哋叫做咧科網 3.0 咧就側重咗喺發展咩咧？發展呢一個咧就虛擬同埋實體係啦。咁將啲嘢嘅時候咧就係虛擬實體互換，咁咧就
形成一個咧去中心化嘅一個領導啊。OK，咁所以當時咧就發展咗好多咧，就用 blockchain 嚟呢一個演繹嘅嘢啊嚇，一路調一路咧，又有呢一個 NFT 啊，又有呢一個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咧就 Bitcoin 曬呢啲係啦，全部係去中心化嘅 DeFi 啊，或者係其他嘅係即係遊戲啊都有嗰啲 game 啊 DeFi game 啊諸如此類嘅嘢啊，就嗰個時代咧就出現。我記得咧就係5-6年前到啦，大概係呢一個嗰個即係呢個疫情嘅時間咧，就發展得係好蓬勃嘅。呢個係 Web 3.0啊，去中心化。當時咧仲有咧呢個 Meta 咧就主張做一個虛擬實境嘅呢一個咧就係嗰個會議啊，同埋咧就係虛擬實境啊啲 VR 啊 MR 啊嗰類嘅嘢，又喺嗰個時候佢發展嘅。OK 係啦。咁到而家咧就又經5年啦，即係5年一個世代，5年一個迭代，2000年到而家咧大概5-6年到呢一個係迭代。咁今時今日嘅時候咧就係 AI 嘅年代啦。咁我哋喺 Web 嗰度咧就吹緊咧，就話係4.0啊，呢個咁樣嘅係世代會出現啊。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呢個世代嘅時候咧係興咩咧？係 AI 年代。興 AI 年代嘅時候，自然就係興 AI 啦嚇。AI 呢樣嘢真係不可逆轉嘅一種潮流啊！呢種工具咧，如果你唔識嘅話咧，現時嚟講真係咧係好大一個缺陷啊！咁尤其是咧就係銀髮族咧都要追啦嚇，唔係銀髮族嗰啲後生嗰啲嚇，譬如年青一代嗰啲咧。如果你而家咧仲未有意念咧，或者冇意識咧去呢一個咧就係咧追趕嘅話咧，你真係咧會係遠遠落後於人啊！躺平都唔掂 ，OK， 即係將來真係俾人哋掃出街嘅啫啊！咁變咗個情形嘅時候咧，就係要大家係真係要留意下啊！咁呢一個咧 Web 4.0咧，又係做啲咩家伙咧咁樣？咁梗係更上一層樓啦，升華啦。Web 4.0咧就係要將所有咧前邊 Web 3.0嗰啲叫做咧係全部將佢融合晒 integrate 晒。咁咧就可以咁講嘅時候咧，就係沉浸式係一個公開化，又唔係 decentralize，又唔係 centralize，係屬於一種咧本身嚟講嘅時候係互動式啊。咁咧將來啲資訊嘅時候咧就互相交換，各與各之間交換，人與人之間交換啊，同埋咧本身嚟講物與物之間交換咧係作為一個主流啊。咁而家仲係一個咧未成型、未成一個好健全嘅型嘅狀態當中嘅呢個 Web 4.0啊。咁咧又包括咗虛擬同埋現實啦，一個係互配啦，又包括咧呢一個嘅時候咧就形象啊與實物啦嚇。咁所以而家我哋咧有好多嘅 physical 嘅 AI 咧，好多呢一個咧係細廠啊同埋呢啲細機構啊，一啲創業者咧，全部咧就集中晒精神咧喺度咧去調一落之。仲有黃仁勳講話係呢一個5層蛋糕係啦，大家要分呢個蛋糕嘅係某一層嘅時候咧，咁好多啲創業者咧都擺咗好多精神喺度去發展呢一個 physical AI 啊。OK， 好似近代嘅機械人啦，機械人嗰個時候個落地啊，係啦，唔係話淨係一個指令你就可以做到晒所有嘢。你個落地嘅時候咧，每一個格仔啊，都要咧係好小心去呢一個咧釐定路，好小心去測試嘅。咁所以一個 physical AI 嘅時候，配合咧晶片啦等等個方面咧，先能夠做到係完美一啲動作嘅。 OK 啊，咁啊有情緒性嘅呢一個醫磅啦嚇，咁咧就又有一個人腦嘅呢一個咧就個 neuron 嗰個人腦嘅呢一個係即係嗰個神經網絡上啊一啲研究啦。咁又有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咧就係 physical AI 嘅一個 LOT 嗰啲物聯啦，物聯嘅建設啦嚇。咁仲有咧而家發展緊咧本身 AI 咧有好多叫做 AI agent 啊。將來嘅時候，你哋可以咧就係用一個係總管呢個 AI agent 嘅時候咧，就訓練好多佢嘅手下，佢嘅手下嘅時候就同你每一個事務咧，你交代去做嘅時候，佢24小時同你運作。你總言之俾個 task 嘅時候咧，佢就會係到時到後問你嘅 approval， 你放個權俾佢咧，佢問嘅 approval 咧通過咗之後，佢就同你執行嘅時候達到個目標啊。咁而家都做緊㗎啦，OK，越嚟越精細。喺最近咧就本身嚟講嘅時候咧，我係 test 嗰一個新嘅
呢個咧就係 AI agent 啦。之前我 test 咗叫龍蝦啦嚇，係啦。咁龍蝦咧就比較撈教啲嘅，OK 啊，即係比較本身嚟講係新穎啦，咁啊創咗一個新嘅潮流之後嘅時候咧，執行起上嚟係比較困難啲嘅。咁陸續咧有個新嘅 agent 啊出現啦，咁而家咧呢個新嘅 agent 咧個名咧叫 Atom 啊，咁呢個由 Meta 嗰度咧係 develop嘅，咁咧就可以咧就係1分為8啊，係啦，佢仲快過呢個 Perplexity，可以咧就係將啲工序咧就係1分為8，形成咗8個唔同你嘅助手，你只要交代佢咧，佢就會服侍你噶啦。尤其是喺創業上面啊，嗰啲歡喜創業嘅朋友咧，咁你咧就要特別要留意啦啊。OK，咁如果你學識咗之後嘅情形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咧就多好多嘅幫手啊，你唔使請人噶啦，將來啊 OK 有你自己就得噶啦啊 OK，咁呢個咧就係創業性嘅 business 嘅。咁另外咧有啲咧就係呢個係投資性嘅，係啦，投資性嘅時候咧，譬如係點做啲 algo 啦 ，algo 其實要嘅 algo agent 咧，而家而家 develop得好緊要嘅，往往用 AI 嚟嘅時候咧，就幫你寫程式，寫程式之後嘅時候，同你咧就係咧係根據一啲參數咧去做一啲買賣，跟住買賣嘅時候咧，佢係保障你本身嚟講嘅時候咧係呢一個唔會犯險，係啦，會有一個咧就係幾多個 percentage 嘅呢一個回報，係啦，呢個肯定嘅回報喎，咁變咗嘅時候呢啲 EA 咧同你去執行啊 ，OK 啊，咁啊將來嘅生活咧就係投資有投資嘅AI 佢同你執行嘢，係啦，就係工人有工人嘅 AI， 機械人有機械人嘅 AI， 係啦，情緒有換物有情緒換物嘅一個 AI， 樣樣喺側邊嘅時候都係用 AI 去呢一個咧圍繞住你。去呢一個咧就運作嘅啊，咁你個生活咧就滿布 AI， 咁如果你真係唔識 AI 嘅話咧，咁你真係堪疑啦，你會係呢一個時候落後於人咧不得已啊，仲會真係俾人哋咧驅逐咗出去呢一個生活圈啊 ，OK 啊，即係躺平都搞唔掂 ，OK 啊，係啦，咁啊變咗嘅時候咧就，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下啦，要急起直追啊！咁啊，呢輪嘅時候咧，由於係發展得咁快咧，我哋機構咧係啦，就呢一個時候咧，就呢一個咧係努力咧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做多啲呢方面嘅介紹同埋課程咧，係希望咧係吻合到個時代嘅需要嘅啊。咁啊就2000年嘅時候，我哋都沉浸於咧就係去呢一個咧創造咧就係呢4個字啊 ABCD 啊嚇，努力咧叫人咧多啲學。特別係勸啲後生嘅啲，你快啲學啦，快啲入場啊！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將來咧就比較係落後於人啊。因為 A、B、C、D 係咩咧嚇？係 OK，A 就係依家 AI 啦嚇，B 係咩啊 ？B 咧就嗰時我哋講 blockchain 嘅，而家就變成咧叫做 business investment 啊。OK 啊，咁將來我哋都有一人公司咧，教一人公司嘅時候咧，教你點樣去做呢啲 business。呢一個咧就係生意經啊，同埋一個咧就投資經啊，我哋都會咧係創辦呢啲咁樣嘅課程啊，咁第3咧就話呢一個雲計算啊，任何嘢都係需要用雲同你配合去做計算，呢一個咧就係 cloud computation 啊，咁變成嘅情況嘅時候咧，呢個係 C 啦，一定要學㗎，雲儲存啊，而家啲儲存底咁係撲啊，咁啊咁值租咁值錢啊，咁咧就供不應求啊，咁你要知道啦啊 ，OK。咁啊，跟住個時候嘅 data 就係黃金啦嚇，咁所以變咗情形嘅時候咧，我好努力咁樣咧，喺上年嘅時候咧，就同國家收咗個係 data 嘅牌照，中係呢一個咧 officer 嘅牌照，咁變咗時候咧就掌握 data 嘅要訣咧，係即係都可以咧係呢一個時候有1、2手啊，咁所以變咗情形嘅時候，亦都可以咧係公開咧同大家講下啦啊 ，OK，咁未來咧就。下半年咧，我哋都會咧努力咧就造就呢啲咁樣嘅課程，同大家呢一個觀眾啦，同埋咧係一個大家嘅係網友咧見面嘅啊。咁大家留意啦，我哋會有公佈啊，同埋有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廣告啊，或者係有呢個 post 出嘅，咁或者留意。如果你有興趣嘅，就多啲係呢一個查詢啊。OK 啊，我哋個熱線電話51670935167093 OK 啊，咁又買廣告先。咁咧，如果咧就今晚係一個主題嘅特別開嘅，係啦。咁開咗之後嘅時候解答咗咧我哋所有嘅問題之後嘅時候咧，
我哋會喺聽日會出呢個 YouTube 咧係播放嘅。咁如果聽日咧你12點至1點鐘嘅時候咧就播喺呢個電視機之前嘅時候咧，唔見 Philip Sir 嘅話啦，咁你快啲上翻去我哋嘅網址，係抄翻呢個名帶嚟睇啊！今日我所講嘅嘢啊，咁嚟睇嘅時候咧，咁你又可以得到一樣。咁我咧就擺咗好多時間咧教呢個 de-hacking 啦，同埋咧就係教咧呢一個咧就係咧係呢一個無線啊、有線啊、網絡嘅呢個 Internet 嗰方面啊，係啦。咁點解要係開頭要教呢咁多嘢咧？原因就係話希望大家嗰啲係引起大家嘅興趣咧，個底子要好少少，然後你先至可以咧進入一啲咧比較更加專門啲嘅學科咧去吸收啊！呢個係底子嚟嘅。咁將來教嘅情形嘅時候教 AI， 我都有教噶啦嚇。AI 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帶係講過下嘅，咁你可以追下啦嚇。OK 嚇，睇翻我哋嘅 video。咁啊，再跟住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將來教呢個 cloud computing 啊，有啲專業啲啊，點樣保衞自己唔好咧？就係你啲資訊啊、外泄啊，唔好啦，俾人哋 hacking 啊，唔好咧俾人哋個戶口咧勾埋啊。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用盡所有嘅功力，但係得不償失啊！最嬲尾嘅時候咧，就係一場空咁樣啊！咁你一定要喺呢方面嘅情形嘅時候，做好晒一啲防備工作同埋一啲係事前嘅工作。係啦，咁然後先至再知一個出海嘅時間咧，去搏殺啊 ！OK， 搏殺做咩啊？做一人公司咯，做一個人嘅係一個投資咯嚇，喺金融事業上面咯，又或者本身嚟講就喺其他嘅係生意上面咯。OK 嚇，咁呢個我哋慢慢講嚇，一步一步嚟。OK 嚇，咁總言之咧 A、B、C、D 咧一字咁寫就代表乜嘢？大家咧就可以係聽咗今晚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啦嚇。A、B、C、D。再就尾講啲 A 就係 AI 啊 ，B 咧就係 blockchain 而家改咗嘅 business investment，C 咧就係一個 cloud computing 啊，而 D 咧就係 data 啊 ，data application 啊 ，OK 啊 ，data 嘅應用啊，好咁啊閒話少少啦，咁啊因為時間問題啊，咁我哋開始咧就 PPT 嘅時候解答翻咧就係咧啲網友同啲同學們啊、銀髮族們啊，就係一個實問嘅問題先，係啦。好，咁我哋入去 PPT 睇。